ở sang đây tôi gây cho mọi người. Dạ. Con này với chung chồng con. Chồng con. Một công khoản. Cái này là vì hay种 tomato. Mang年长的种。dạ phu ấy. Dạ chung nó被油盐种的，我说啊，你也不他妈好，我他妈呢？啊，那被油的点算公司没公司账目风险的。永久屋的事情还蛮好。有没有都没关系，我们不会他种植的关系。养蜂卡很危险呢。危险，我们自己知道，走到朋友家几天就好了啊，没有是没办法啊。跟讲个安尼讲有咩无讲，咱无啦，你咱北部啊，严重咩？严重讲诶，个天阴的啦。我咱做唔做就中等的啦，明唔明？天气的啊，我健康就好，我跟你弄，很快，跟做比门外。你有去阿湾达老娘来天数吗？我有看，上我们上日动上一個月啊，我本來如果有天數雜。呀，是那边天数了。冇哦，嗰啲全部天數雜，雜哦，雜如果像長上嘅哦，高上我嘛個啊，叫媽媽雜。很乖。呢個都怪了。在山度嗰樣模樣。我们之前来这边呢，那个前阵子一直下雨，就会打雷呀。也不知道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闪电
一下来吼，我们的房子都会发亮哎。啊，他可能有余电去打到还是怎样好，2次。有一次人家来我们家，有客人来我们家做啊，自己可能也有吓到，就快跑了。没有跑啊，他原则上那个不是主电是余电应该还好啊，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是会怕，我自己在家我也会怕。啊，就人家就教我们说，要不然就是拿个金子有没有拜天公，哎呀拜一拜，我是觉得好像有效。我女儿有一次啊，我就是工人不来啊，我货又很多，出不完，自己又采不完，啊，我老公就叫他们2个小鬼过来帮我采啊，很好笑哦，采的每一个都是光头。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你不要采了，你回去，我自己来就好了。像这个苗啊、农药啦，有一些有的没的，要还啊。今年要赚钱就靠现在快要可以收那批。哦。啊，如果有个万一的话，我看今年又完了。这也是今年这样第4，听说台风要进来，还在观察。这里风还有点奇怪嘞。真的、哦。它从上面下来压下来。从上面下来。对啊，从上面压下来，左右都会。哦。啊，所以你也不知道风它从哪个方向下来啊。原则上是做好防范会比较好一点。那现在你有什么防台措施都得做啊？有时候就是这里再插一个斜的啊，这里绑起来，不要让它倒下去。啊，如果再倒命了啦，命的呀。无法拖啊。哎呀。就是只能再固定它就对了。哎，再固定，就是用一个45度的插下去，硬钉下去啊，这边绑。我那边的都有做啊。其实就是比较高了我还做啊。如果它倒下去再浮起来，番茄就死了吗？倒下去一定会受伤啊！你不可能说台风的时候就来扶啊，你一定到天气晴了，或者说没有雨了才会来扶啊。问题它那段时间它的叶子都揪在一起就会烂了啊。其实我今年来到现在还没有台风，也不知道这里长得怎样。这边可能风真的会很大，雨可能会比较少。他们都说风啦，之前有分风啊，有分风，像有的那个番茄的话就没有用了啊，还有喷水还是一样。像这个就是人家客家话的就阿丢开了，可是心里有点怕怕的。谁都不敢讲，会怎样哦？这边我们又没有遇过，我们那边台风是还好，是雨很多而已，风还不至于说大到怎样问题，这边都不知道。有啊，风云变色了，真的变色了。这里应该比较不会了，这里没有遇过也不知道。哎呀，试试看。试试看。看命了。往上面会。你说台风来的时候，整个都会动啊。哇，那真的很恐怖哦。它那个不是真的台风的时候呢，是那个它从台南出海之后呢。反而是出海之后。出海之后，人家说回南有没有？它这次就是出海之后，我们这边的台风都是逆向的嘛。它逆向了，是不是刚好从东部进来？又从东部那样进来，风就带进来，是焚风。是啊。可是说起来那样子还比水好了，
它这个不至于说弄出人命嘛。房子不要倒为前提，那样还不会出人命啊，对不对？可是水就不一样啊。只是希望说一大早起来就赶快冲去看番茄。因为那天晚上他跟我讲说啊，要不要去看？我说不要好了啦，反正如果真的倒了就倒了嘛，你去看还不是一样倒了？就半夜的时候。对呀，啊你不可能风那么大，你也不可能去扶啊，就不要看嘛，明天早上再看。就早上起来看还幸好。哎，还好没有倒。不然可能那天连饭都吃不下。那样吃不下，那样会心情低落很久。应该差不多哈，这就来了吧？你看我台风的时候，我们家那还算是真的很危险。对呀，那个住在那里台风来的时候，那精神压力真的很大。那个前面也要前面那个溪的水就那么大，又那么大声，晚上的时候特别近，特别大声。然后后面又土石流，你看双面夹攻又没地方跑的时候，那压力多大说？你这个情况是88之后才有吧？没有，88之前其实就有那种。桃枝那一年，我们家老大生的那一年就遇到了，那个紧张到那个肚子都一直痛起来了，无法克制。因为男生都会说，我们家那边的人都说啊，都要顾嘛，怕那个水，因为我们家地势比较低呀，怕那个土石流从上面下来呀。男生都要跑到马路上面去顾水，女生跟小孩就在家问题是你在家，你也会担心说他们在上面顾水的人的安全，因为那个土石流也有夹带石头水其实还蛮大的呢。可是家里面的人就有那一种观念，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跑出去避难了，我家里面有种东西，万一路不通了，我回不来，那些东西不是就坏掉了？没有人要跑啊，讲也讲不听，那就吓得要死。等你想到说不行，要撤要退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退，你退到哪里去？你跑了，你的心也是挂在这里，那你挂在又电话又不通的时候，更担心而已。所以倒不如就不要撤在家里面怕就好了。而且很怕说自己没有在那里顾着，这些笨蛋不知道做什么事。对。怎么讲那样好？本来就是，男生通常都是笼大很多。真的。要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毕竟不容易我们是女生，有一些该怎么讲，一些责任她该扛起来，她自己会扛起来。我们不用担心到哪里去。我们就是要做，就是他想做什么，我们体力上能够帮他的。我们两个夫妻相处的模式大部分就是我负责做，你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会去帮你做，我不会在家里面偷懒。原则上就是该烦恼的，我不用我烦恼到那里去啊，他自己都会想，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头脑没有那么好，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灵光，不需要我烦恼到那些。今年那样可以了啦，我们至少说把本钱有稍微拿回来了，有存一点，明年又当本钱那样，就会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不然会睡不好，吃不下呢。还是担心屋顶被风吹。对啊，所以我有空我要把它弄好一点，要用那个钢索把它拉起来，要不然那个会担心呢，那个掀掉很麻烦呢。你要专心看哦，只给你看一眼，其他都不给你看。100分吗15分，哎呀！好棒！刚来会有跟这边的小孩子稍微有摩擦了。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啦。
摩擦主要是什么？讲话或者是他们欺负他吗？还是？会捉弄啦，有时候会捉弄啊。上学期啦，这学期应该不会了，因为熟了嘛。人跟人，小朋友很奇怪，好像也有区性哈，好像有哈。对啊，刚进来的就是很像，本来就要被欺负一下那种感觉。上学期的事情不知道，结果是他们自己讲一讲的时候讲出来啊，我小的听到回来跟我们讲，这学期还处理。就是闹他哦，拿什么吓他还是？不是，把抹布水弄到他的饮用水里面。你如果弄坏了身子怎么办？对不对？胡讲，就整群的带下来跟他妈妈道歉。我说那个不是道歉不道歉的问题，这是小朋友健康的问题，以后不要再发生就好了。对啊，喝多喝下去了，要不然怎么办？我觉得我老婆很厉害，她是一个台中的姑娘。对，她嫁给我的时候，连饭都还不会，那个菜都还不会煮。她那时候还打电话回去问她妈妈说这个磨什么东西怎么弄怎么煮，那样过来的。所以算起来我也蛮幸福的，就是那个精神支柱，所以很重要。如果她不挺我们的话，不可能啊。随便啊，本来就是那样啊。他挺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拼命嘛。如果不挺的话，就是有的就变成说要做不要做嘛。对，撑过去以后，就是老的时候就有话题讲。如果没有的话，以后就没话题。人生太平稳的话，以后没有什么回忆了哦。也真的要有起伏啦。你们的起伏也太大一点。对啊，超大的呢。朱主任，我是米冠的妈妈。你们来奥湾道，要不要来看我女儿？哦，我女儿蛮期待你们去的嘞。真的啊，嘿啊。哦，好。快来，给他们过来。介绍你的同学给他们认识。那个呢？林贵呢？站起来，让他猜猜的。这叫什么名字？我有些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哦，对，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走。帅哥姐。孙杰，看到来。这个，周凤宪。啊，答对了，太棒了，忘记了。浩廷，对了。周玉凯。少了谁？郭子金。啊，少了郭子金。哎呦，老不逃。哇，你好。好壮哦。好，看看你们那一班有谁？叫什么名字？哎呦，答对了100分，100分啊！叫什么名字？好，答对了，来，是谁？想一想。翔啊，我想不到。翔任。要讲一次。来，握手，一只手，来。小丽就好了，你还记得我吗？记得我是谁？还好你还记得我。对，好，在这里好不好？很好哈。对啊，听说你过年的时候有去龙华国手，是不是？有哈，没有看到我们对不对？3，耶！
该有树桶，该茶啥都推掉来，该个贴去啊。你们俩兄弟本来就对厨艺方面有兴趣的。我是读电工科的。你是读电工吗？啊，因为从小我妈妈就比较不喜欢煮菜啊。嗯。以前我们还小的时候是我爸爸煮饭。真的、哦。所以我爸爸的厨艺很不错。哦。所以你们其实也有在想，不一定将来会继续做农，对不对？不一定啊，因为本来扒完之后就想说要出去呀、啊，我是因为这个受伤。啊，我哥哥是说，只剩下2个老的在家里，又没有人帮忙，又不行。像你哥这样子去奥万大开垦，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是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说，人讲的，一人一家带啊。哎呀，啊，他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不要去说他怎样，对吧？莫告诉人讲后盖过了安怎，咱个怨叹咱。啊，我们2个是还没有家庭。所以其实将来你们自己组家庭会怎么样也还不知道。冇听冲啊！冇听冲咩？你这老人方式跟人没相关的。都开水嘞。我成这样子，哇啦！我爱看不懂。起来，你马上起来吼。起来，我让你挡住。妈妈，我们在偷窥你，在拍你。快点，他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进去哦，不然这样会拍不到的。是小拍那个纪录片专家嘞。所以你还是明年还是专攻番茄。别的先不种。不是听说你是那个敏豆王子？这边不行啊。廖一种唔得啊？也不供应不稳定。去其他农业买来嘅话，採幾隻叫，枯死哦。所以应该也是栽到最近而已啦，tomato。可能在最多在1个月吧。因为这个也要收掉了，要收掉要整个要整过啊，那这个地要挖土机来过啊。勾一张捏是勾年哎。哎呀，就是过年前隆中蔬太啦呢。啊，也忙熟嘅都冇法土嘅啊，都拿太的啊。係算糖嘅醫熟啊，糖嘅嘛，醫熟啊，個有嘅咩咁樣節目出來啊。他们如果来看过你祭拜啊，幾十擺哦。按头拜。看也番茄生長啊。咁捱一過嚟之前咩來？依啊呢邊來哦。
而且。过来吃吃米。点多少？这个是700个零点，你要把这个乘出来，45个零点等于130。你们好，不会啦。快点快点！对你那个，你确定你喜欢吃？赶快拿。惠芝最近念英文又有进步，他整句念起来会比较顺。有，他有在跟我讲。你可能有跟他讲吗？有啊，对啊。我跟他讲说他自己念的都有进步，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字会卡住，但是他整句念起来比以前顺。先生，那条松山礼拜有迄款伊个永久
过？有啊，有可能啊，有啊。准下来做诶，你有去看过嘛？蛮忙，但是那个地我知道了，你第一住那边？在无意中学后面呢。嘿。哦。嘿。对啊，无意中学后面呢。你啊哈，你条个进度系乜解？确定会有无嘞？有。你啊 VS 系用那买？边是公寮。确定嘞？对。还有开会啊。你没有去哦？有啊。跟用蛮讲啊，开会讲乜解？开会就讲吼，讲个两部吼，这边部，俺家这边唔能被拆啊。哦，继续还在这边做公寮啊。啊有台风季节啊，一天2、3嘛，我离开了啦。哎呀，无还摆有嘛代志是没有赔偿的啦。唔会赔偿诶。唔会过赔偿。啊，无去摆的吼，无去摆的都无过去的啦，要不呀？你要去带无哦？有天有水。有咯，我在水无水去解啊，你是水脱水啊。哦。你唔会让人种起啦。用咩好啦吼？对啊，反正台风季节过后呢，都要转来去做啊。唔通你种个啊，做，啊无2、3日就摘个啊。哦，系啊。这么交通员呐。你用番茄哦，长要长呢。系啊。啱啊。系啊。啱就看唔到诶。看唔到啊。有些啱啊看唔到啥。是今年张，今年张票的。今年张票的啊。去年本来要票无钱的啊，今年张票。价钱。中央，一分天咩4千，啊5千。下3年。2年，呀2年咱挨个3年拄好啊，好拢总时间到当可以下当好些。前面有听你讲啊。说条摆个车诺比和就是那个事件之后啊，你们的作物是有问题啊？去养殖的是很清细发问题，都迄种伊个甲下是种伊山党吼，伊个梅拢像刮的时啊呢，刮的时哦，使用刮的时啊呢。嘿，都无心的啊，无心的，都迄个天气反应啊。都无心的，都难是久的。伊种样心无摕啦。今年日本呢，要伫看命的啦，真紧看命的。所以要讲讲tomato
种出来模型哦。结强式的是按的啦，啊，毋过按倒研磨的，咩毋知要用的难讲啦。啊，其实种的东西也看毋到的，都是这样看的。什么烦恼都会出现的。种菜本来都靠天吃饭的。挂树头的铁的粗粗，会疼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在那上面画眼睛啊、嘴巴，会变一个人。那晚上会吓到人呢。还是那个 T 妹。尤其是晚上睡不着会出来乱走的人哦。你呀。好啊，你会使啊？好，会啊。我们就是拜地主啊，哈，地主一拜，再拜，三拜，好，礼成了。有地去啦，有地去啦，聆听嗰種。啊，當年嘛。許生，禮拜來開嗎？有，那個。你過年來看一屆啊？初二有來。哦，嘿哦。哎，初二有來看一看，他是工人沒有在這邊，我就馬上走了。哎，送麥來開，然後禮拜冇開工嚟哈。當然不一樣啊，我們來的時候他才開始做，來做這2趟嘛。禮拜來開，我來待咯。我是啊嘛。哦，好啊，哦，我很感謝獅子會的，是的。風行星斗了。哎呦，有了。他拜太歲是唔講。对啊，我们一见有那个台风，我们就要离开。哦，对，你们不出来危险。对，啊，您留着那个房子啊，要搁等于做公疗啦，是要休息啦，拢要会使留。老婆说你上次遇到一条雨伞节哦。不是去年呢。去年。也是这样，在拔草的时候遇到。对啊，就那样拉开了，然后就躲在这边。还好啦，雨伞节要咬到人的机会很少了，牙齿太短了。是。龟壳蛙就是跟眼镜蛇就比较恐怖吧，牙齿又长。那你看到是你们2个都吓到？没有。我说蛇跟你老公2个都吓到。他还没醒呢。他还在睡哦。他可能吓到吧。后来呢？后来他就去西边取经了。可是我觉得他好像释放压力这方面来讲，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他觉得可以抒发的管道呢。我觉得没有。所以其实跟我们聊笑归笑，他还是真的非常烦恼。他的压力还是在啊。他也是说人家说钓鱼，好，我们去钓鱼。钓鱼是他抒发压力的一种，但是问题是，你看现在农忙的时间，你哪里有时间可以去钓鱼？对啊，我们女生还可以说，就我来讲啦，我如果说
工作做累方面还好，但是有时候就是多少情绪上面或者是家里方面哈，两个夫妻多少都会斗嘴，都会吵架。吵架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抒发压力就是我可以车子开着，然后出去，只要让我绕一圈回来就 OK 了。或者是说我可能现在心情不好，然后我就想要怎么讲，可能会稍微发脾气，可是给我发过了，一下子就好了。他不是，他就是会情绪一直压，会压很久。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他。那这一批第一批什么时候可以采啊？我看都开花了耶。大概在40天左右就有了，40天。哇，那你忙不完呢！15天之后要种第二批，然后种完搞定，然后又开始采了。不是弄第3批，第3批要弄那个溪要打好了。你今年这样很忙哦。忙一点，看可不可以少做几年。两个就开始从头开始讲，看谁讲比较快。会玩起来呢。还可以 PK。还可以 PK 的。你们那2个小鬼也是到这学期才算比较习惯了吧？应该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已经融合族群了啦。已经那个现在讲话的那个口气语气也有一点像原住民。真的吗？你的那个老大。比如说什么？那尾音都会加一个什么？哎。个有，然后尾音都会有一点飘飘的。是还。可能听同学讲话讲多了哈。对。小朋友模仿能力都特别好。较怪一束啊，有较怪，这边讲。这应该嘛无符合对。在前2次的说明会里面，我们有详细提到，搬来永久屋的时候，对原来居住地的房屋，它是不是政府要做一个强制的手段断水断电这个议题。所以这个我们也经过我们重建会跟内政部还有他们的一个原则确定这个是暂时不会去考虑做那个断水断电的措施啦。不过依照我们那个永久屋的双方协议书里面的内容规定，他3个月之内你们一定要把户籍地迁到我这边永久屋里面来。原租地的房屋暂时一般来讲说做公有使用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刚才我反复有听到，主席在谈说，这个我们搬出来住的这3个月内，我们必须把户口迁出来。那我们的房子暂不考虑拆除或征收嘛，是暂不考虑不是不考虑。所以这个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还有，我刚才有听到台上长官有讲一个问题，就是说，阮搬出来永久屋了后盖阮袂使回去原住地居住或是盖房子，安尼我已经厝囥伫遐要创啊，我袂使去遐住，我透早去遮去你到山顶爱2点钟，转来爱2点钟，一工爱4点钟，因一拍500块。安尼我透早去遮去遐做工作，我袂使住伫新屋，安尼失去了我们的意义。不管你房子征收或土地征收不征收，对我们来讲都失去意义啊。咱的乡亲这位大哥近期你拄仔的问题我做一个简单的答复啦因为咱政府有去划定这个特定区就是因为遐个所在比较危险希望恁迁
迁落来安全的所在，所以才有一个迁村迁居户的这个配住永久屋，这个甲恁划定特定区，互恁落来住安全的所在。那咱的县府的农业处嘛有在做农业的辅导吼，啊至于讲你山顶还佫有农作吼，暂时无甲你考虑讲甲你拆除，就是讲要互你放一寡农具吼，会当转去耕作，但是这是短期间。长期间嘛是希望讲你会当落来你住的所在住久长的，所谓的永久屋，佫会使互后一代来继承，就是希望你住安全的所在。因为我们实在不相信政府的话，哪一个单位来讲哪一种话，哪一个单位来讲哪一种话。最初到我们去协调协商，要来这个争取有这个有永久屋了。他第一次讲的话怎样呢？叫做这里的永久屋叫做避难屋，里面的通通不要种不迁。有台风，有什么灾害，很大的台风的时候你才出来这里。你叫通知啊？还要签名字啊？你先抽，我帮你看。你抽掉421哦，嘿，你睇下迄张，嘿，睇下张。今天磨一杯强夫啦，不要给他采，不要给他防护不能给他摘掉。你还一采过了没摘上面啦？所以条迄或者这条件你不变。你们家小姐嘛？哦，讲这边要拆去拆来啊，按钮嘛，再是变了，你就全部就要迁过来。那边就没有户籍的啦，还有农保的关系耶，农保啊。啊，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保了啊，就是这样啊。国力企业哈，除了无搞分业啦，无搞分债啦，啊，但是那上海贵了，你像爱山崖地啊、甲地啊，按没讲税呐，那跟要被收费啦。唔会讲他们会去跟台糖租地，不是你的哦。台糖租地我们不合啦，100多户10公顷呐，100多户去分呐，就是我们就不合就对了啦，不习惯就对了。